perfect peace and grace, and keep us safe in your embrace. Put evil dreams out of our sight, take all the terrors of the night, arrest the worried thoughts that creep through heedless minds disarmed by sleep. This is the Lord's lullaby, to be at peace. His angels near your side, now sleep. 来请我们一起主完全的献给主和你的心血，请我们来信，主一直的给 Oh Father, please let this be done 回应 through Jesus Christ, your only Son, 对小咖喱英雄， whom with the Spirit we 主 adore 我们求跟求主你献上 forever and forevermore. 也当地的每一个所听的家庭，亲像每一个较无你的囝儿20个囝。
爱用祈祷的心来吟诗，来敬拜咱的上帝。
咱同齐用诗篇来做咱的祈祷。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要行之罪。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我要行之罪。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吓。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悠然自在。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悠然伫伊爱得着。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笑念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前保护我，伫伊的帐位内，将我藏伫伊宝贝看捌的所在，伫石盘顶。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较悬伫我四面的对顶，我要伫伊的宝贝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罗耶和华。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搁求你怜悯求我。你捌讲，恁着翕无见我的面。迄时我的心对你讲：耶和华，我要翕无你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毋通受气来赶你的路卜。你平素是做我的帮站，叫我的上帝啊，毋通放杀我，也毋通离开我。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要收留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出，因为我会对得的缘故，带我伫平坦的路。阿们。主带阮行伫你的光的内底。
心感觉与主耶稣每日更加亲近，他比黎明灿烂，金色荣光更加明艳。他就是我所追求的一切幻想美梦，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一半也在江河海岸那边，金山也在江河海岸那边。那日我主的一切更加美丽更甘甜，更加美丽更甘甜。当我远远见主他的荣光向我照耀，他比晨星更明亮，比百合花更鲜艳。他使我渴慕的心灵得着滋润满足，他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芬芳甘甜。一半也才像葡萄，几分还在金山那边。那日我主的一切更加美丽更甘甜。主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想象嘛想象袂到。一半也在像葡萄，金山也在像海在金山那边。那日我主的一切更加美丽更甘甜。一半也在像葡萄，金山也在像海在金山那边。那日我主的一切更加美丽更甘甜。我心永为兄弟，你是我的保障。我心永为兄弟，你是我的顶帮。我心永梦兄弟，伊是我的帮站。我心永梦兄弟，伊是我的帮伴。主我心仰望你，你是我的帮站。主我心听候你，你是我的顶牌。听我祈祷，主啊，恳求你怜悯我，搁回应我。听我祈祷，主啊，恳求你怜悯我，搁回应我。你比我心最近我美。
主我亲近你，主我追求你，主是阮的帮站，你是阮的避难所。主带阮倒转到你的身边，求圣神赏赐阮平静安稳。阮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求你将平安赐予我，求你将平安赏赐予每一个阮兄弟姊妹。平安，主阮中间有人心无平安，主求你还手伫因的心上，主求你还手伫因的心上。主求你还手伫阮的心上，听阮祈祷。
主啊，听阮祈祷。求主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求主甲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主啊，将我的心交托你；主啊，将我的心仰望你。主啊，当阮中间若有人破病、身躯欠安，至圣的上帝求你伫这个时刻医治因，赏赐因平安喜乐，赏赐因你对天日来的医治。主啊，求你医治；主啊，求你透放；主啊，求你将平安放伫所需要的我的兄弟姊妹。求你怜悯，主求你怜悯。
祈祷，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亲人，将因仰望上帝，将因的困难，将因的需要来交托予咱的主。主有着你的教会来恳求你，主恳求你怜悯，阮教会内底年长的长辈，出我的囡仔，主求你赏赐阮有勇壮的心性，有坚定的信心，有主你的慈爱充满。至圣的上帝听阮祈祷，主啊，求你运行伫阮的中间。所阮伫祈祷的中间，经历着上帝你的同在，你进入每一个需要你的家庭的内底，摇花阮的上帝，你是阮的主，除了你以外，阮无别的上帝。主啊，求你怜悯见那劳苦背重担的人，互因得到头放。主啊，若互最苦楚，伫心内有最困迫，无法度真正自由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圣神就进入阮的内底，互阮脱离罪的捆绑，互阮脱离无好的习惯。主啊，所有阮的囡仔，因有主你所赏赐清洁的心，有正直的心，至圣的天父上帝，互你的教会成做你的荣耀的记号。主啊，听阮恳求。尊求主怜悯，主啊，要同齐用你教阮的祈祷来做阮的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赦免阮，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得互阮入伫刺，就叫阮脱离咧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恁平安，耶稣听你。